经连约柜都要失去了，会用更去。为啥这不是咧讲3、4千当进前发生的好笑的代志，这是咧讲咱今嘛教会发生的代志，也是咱今嘛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所发生的代志。我们身上，我们个人，还是这个信仰群体，乃至于整个台湾的基督徒，都是一样的情形。迄上帝话记清楚伫遐，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要求记清楚伫遐。毋过咱犹原照咱家己认为安那，4世纪，个人照家己看最好的来行。不要跟我讲圣经啦，每个人解释不一样啦，是不是？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好，大人照伊所看最对的来行。虽然祭司以利是一个负面的、很不好的例子，毋过伊还佫会讲一句话咧，伊佫会讲愿耶和华上帝照伊看最所看最好的来行。我相信，等伊这时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伊无去想讲伊2个囝会死，约柜会去用扛去，伊家己会为伊跋落脖子断掉。毋过心头犹原有即个信念，就是愿耶和华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。各位兄弟，咱遮的基督徒，咱遮的上帝的囝儿，当咱若要安尼讲的时阵，心头会惊吓袂？刚刚礼拜开始的，你们用谁的主导文？用谁的祷告文啊？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对无？头前3句讲啥？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行伫天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即句话就是即句话啦。就是咱甲上帝祈祷讲，愿你的旨意得行伫地上，亲像安那行伫天里，就是即句话啊，就是祭司所讲的。愿耶和华上帝，你照你安那所看最好的来行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安尼祈祷的时阵，心头会惊吓袂？还是反正主导文每个礼拜主日会念1次嘛？随便念念就好，这个从小念到大的也不咧甲想啦。如果真的跟上帝说，上帝你的旨意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搞不好我们大家都遭殃。要不要祷告？不要下礼拜祷告到这一句全部都没声音。愿你的名为圣到遮拢无声。各位这主导文吼。若好好思考吼，可能为头一句到上尾一句拢无声啦。这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是最深、最严重的祈祷文吼。咱若祈祷的时阵，拢无咧思考，可能吼，逐句话拢会甲咱讲啊走无路。搁一摆邀请咱兄弟来思考，祭司以利，当伊咧讲迄句话。讲愿耶和华上帝，你照你所看最好的来行的时阵，伊的心情、伊的心头是咧想啥？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需要去思考的。咱安怎看上帝伊家己的话？这个上帝是毋是言出必行？咱知影，伊既然安尼讲，伊就会安尼来处理，安尼咱的代志大条啊！咱即马大家开始认罪悔改，爱有转换。是咱认为讲袂啦，咱是耶和华所疼的囝儿呢。这伊若言出必行，拢是对非基督徒啦。恁非基督徒死了啊，我们基督徒无代志。还是第3个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反正上帝所说的听听就好。各位兄弟，咱看到这司以利到尾啊，伊是为伊跋落来，摔断伊家己颔棍。伊的惊吓，甲伊的悲剧的结尾，其实拢建立伫伊是一个祭司，伊明明知影上帝的话，他明明清楚知道上帝的话，伊嘛知影上帝做代志的方法，伊嘛知影上帝，伊嘛认捌上帝。
过下这，咱拢甲这个祭司伊利共款，咱有礼拜耶和华上帝无？有吧？咱阁有圣神甲咱伫地，是毋是？拢毋通，拢毋通啊，毋敢讲咧，哈！咱拢有圣神甲咱伫地，咱拢认捌上帝，是毋是啦？哦，啊，咱知影以言出必行无？还是听听就好？所以各位兄弟，出伫咱对上帝的认捌，出伫咱对上帝的听，出伫咱对上帝的惊吓，其实咱来做谨慎来看咱家己的性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我没有在恐吓大家呢。你看我都笑笑。咱来做谨慎来思考上帝的话，伫咱的性命顶面的展现。这个是有极大盼望，有极大的愿望，啊，佮有大大的可能性。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。大家拢想讲啊，这个陈书和无书吼，讲的拢甲我英国学的无共款，英国毋是安尼教，莫插伊。好好思考，好好的思考。不要被那个信仰旧的东西一直辖制。咱来思考这上帝的话。常常咱圣经听上久、看上久，我们会被一些旧的东西辖制。其实你看咱今日讲的，我们大概也没有想过，撒母耳不是在圣殿吧？我们都以为在圣殿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是在会幕。你今日进前，你敢有想到讲撒母耳是困伫约柜边啊？我们把圣经的故事想得太理所当然，那无注意去看，嘛无真正去看上帝话的意思。咱若真正有去思考上帝话的意思，其实咱会亲像以利所讲迄句话，毋过是一个惊吓的心所讲，愿耶和华上帝叫伊所看最好的来行。嘛，咱会当真声有即款的心志，知当耶和华叫伊所看最好的来行的时阵，咱的确袂惊吓。咱同心来祈祷。